其實我頭先喺比賽期間咧，因為我隔離嗰個喺3分區停咗啦，咁我都誤會咗佢嗰度已經係9分包啦。咁我搶咗好幾手咧，先發現原來嗰度係3分包，所以咧就即刻趕上去。但係趕到上去嘅時候，已經俾我左右兩位男士夾住咗，咁所以我都係夾硬上去咁樣咯。所以我覺得今次除咗因為有經驗之外，都有啲僥倖嘅成分喺入邊，係。滿唔滿意自己表現咧？其實我覺得可以更加好啦，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一開始就唔會去咗3分嗰度停咗，咁所以經一事長一智就，即係如果下年就繼續嘅話，就要小心啲啦，係啊。攞到呢個後中後，其實係咪你哋即係你自己其實係即係最開心嘅啦？即係本身有冇諗過自己都攞得好？本身都當然係目標係贏咗個加埋後中後啦，因為其實我大話參加咗都9年啦，咁啊贏咗3年咁樣啦，咁所以都好開心啦，同埋好似見到自己進步啦。加埋其實咧，我都係第一次正式同黃嘉欣啦，即係 Angel 一位咁有經驗嘅對手正式係對壘啦，咁所以我覺得係幸運嘅，因為 Angel 咧側邊兩位都係冠軍級同埋亞軍級嘅人馬嚟嘅，咁所以佢可能一早已經俾隔離嗰兩位即係郭家明咧搶晒啲包，咁所以我都係有啲僥倖嘅成分喺入邊啦咁。如果佢下年即係多啲時間準備，唔使咁多時間湊小朋友。我冇小朋友。唔係佢啊，黃嘉欣。Okay. 即係你哋兩個再認真競技一次，會唔會係你想嘅嘢咧？我覺得我哋兩位都係運動員嚟嘅，咁所以每一次嘅競技都係已經係最認真嘅，或者係最盡力嗰一刻嘅表現啦。咁所以每一年嘅比賽都大家都好認真咁樣啦。係啊，冇錯。攞到後中後係咪已經完成咗目標咧？即係會唔會再有下個動力？我諗後中後係其中一個里程碑啦，我覺得，因為係見證咗我即係都參加咗9年嘅經歷啦。我諗應該都會繼續參加，因為其實係搶包山係叫做我一個每一年都會指定去玩嘅運動啦，或者活動啦。其實係一個好似成績表咁樣睇下每一年嘅體能啊，又或者每一年嘅比賽嘅心態係點樣，有冇進步咁樣咯。咁 so far 我都見到自己慢慢越嚟越進步咯。今年話咧，即係其實嗰啲竹窄啲啊，又話其實係難爬啲定係點咧？今年其實係選拔嘅時候咧，嗰啲竹係窄啲嘅，因為啲竹嗰個闊度闊咗好多，咁所以入手就難入啲啦，同埋可能綁繩嗰條繩比較鬆啲，咁所以我每一下拉都要用好多力量幫助自己向上啦，咁所以都用咗好多上身嘅體能去應付今次嘅比賽咁樣咯。今年嘅比賽冇話有啲咩策略？今年嘅比賽策略，我本身係諗住一去3分包先嘅，咁但係9分包先嘅，咁但係即係一個美麗嘅誤會啦，喺3分包嗰度停咗啦，咁所以個策略已經用唔到啦，但係我最後就係成功落地就已經足夠啦，因為其實我一路數包都有望住 Angel 嗰雙包，都好擔心，因為佢好快就去到9分包，佢一個包等於我3個3分包，咁所以我自己都一開始都頗擔心啊，係冇錯。國外嘅攀冰賽事相比啦，喺香港呢個咁有本地特色嘅搶包山活動嘅比賽有咩感覺？我諗國外嘅比賽我反而冇咁緊張啦，因為都係世界級嘅比賽，反而喺香港呢一個比賽對我嚟講就係喺我咁多嘅世界國際性嘅比賽入邊係最為緊張嘅一個比賽啦，因為一嚟得3分鐘啦，二嚟就係大家都好有經驗啦，同埋呢個全香港嘅人嘅都會留意嘅城市，咁所以會令我更加有呢個緊張感咯，係。會唔會想攞後中後嗰個決心其實令你更緊張？我諗就係都冇嘅，都係平常心去應對啦。咁因為贏咗就一定有後中後呢樣嘢，咁所以都係用平常心同埋，我覺得呢幾年係訓練翻嚟嘅心態，去點樣去應對任何嘅比賽啦。係。我覺得咧其實我都好緊張嘅。其實可能咧曾經有一個 DQ 嘅陰影咧，我都好怕落唔到地，所以都今次把握到時間能夠完成到咯。我見咧你好早即係最快上去頂嗰2位嘅，係即係呢個係咪其中一個策略？因為都可以 fit 得翻自己復賽時候嘅時間。都係㗎，其實今年個狀態算係都有比以往有7、8成嘅。咁咧不過咧我左邊啊嗰啲對手咧，鍾玉川、葉建文嗰啲其實係好強勁嘅，其實我都有啲擔心㗎。咁好彩今日就把握得好好咯。其實有冇自己本身有冇 plan 諗住去到幾多秒嘅時候就一定要開始向下行咧？都有㗎，其實。早知我就係聽到1分鐘打鑼咧，我就一定要落翻嚟啦，無論攞到幾多包都落翻嚟㗎啦。有冇諗過自己真係攞到呢一個包山王？
其實冇㗎，其實我今年而家呢個年紀其實都志在參與㗎咋。其實有得參與我已經好滿足㗎啦。好啊，唔該。今年個致勝策略係啲咩啊？致勝策略都係希望盡快俾其他對手上到最高攞到9分包先咯，因為9分包其實原來係非常重要嘅，我覺得係。所以今次可能9分包係比往時攞得多咗，所以致勝關鍵應該係俾其他對手快咗上去而攞到啲9分包啦。同第一屆奧冠軍相比啦，覺得成個長包山活動嘅熱鬧程度啊、關注程度有冇咩唔同？今年可能聽日係閒日啦，好多人咧遊客咧都可能翻工啊講住。今年我覺得係我諗比往時可能60成人到啦，大概氣氛係有㗎。其實我哋都好緊張嘅其實。